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5月14号。這一期咱們繼續閒聊，聊什麼？聊這個財新網的5月11號一篇報道。什麼叫燈下黑？他這篇報道的標題叫反詐平台淪為提款機，江西上高縣警員內外勾結獲取個人信息。就是警察利用自己的便利條件，然後販賣個人信息。你說這叫什麼事？國家耗巨資搭建的反詐大數據平台，本該是守護百姓錢袋子的利器，結果呢，卻被警察這些執法者集體出租，當成了明碼標價的個人信息販賣機。一條銀行賬戶查詢信息1000元，170多條外加27個違規止付操作，內外勾結，輪班查詢，用境外軟件對接，用同事的數字證書登錄，一套流程嫻熟的像開了多年的副業。財新網的這篇報道說，他說福建籍男子拉攏江西上高縣多名警員，不是一個人，是多名警員，借國家反詐平台非法獲取、倒賣公民銀行賬戶信息。案發後均被判刑。其讓人震驚的案件近日引發輿論廣泛關注。根據這個判決書顯示，被告人王某甲現年42歲，係福建省浙榮縣人。江西省豐城市檢察院指控2023年4月27日，王某甲夥同林某甲、林勇等人來到江西省上高縣，通過林某甲、林勇與上高縣公安局某負責人葉某舊時關係，也就是林某甲和林勇兩個人跟上高縣公安局還是負責人葉某他們以前認識，利用這個關係就跟王某甲搭上了線。那麼王某甲就要葉某幫忙在國家反詐大數據平台查詢銀行賬戶信息，凍結止付情況。什麼叫止付？凍結大家知道，把這賬戶一凍，你賬戶就被凍結了，這大家好理解。止付是什麼意思呢？顧名思義就是停止支付，是指這個銀行應客戶請求終止付款的行為。一般在打擊電信網絡詐騙行動中，公安機關依法啟動緊急止付機制，也就是公安機關在他那邊有個端口可以直接操作，就是把你的現在的付款行為給你終止，快速凍結涉案賬戶資金。止付措施通常具有臨時性或緊急性，只在短時間內阻止支付行為，防止損失擴大。這個本身這種緊急的權限是用來防止電信詐騙的，那錢你要不緊急支付，錢就不知道轉哪去了，最後沒了，結果也變成警察牟利的一個手段。財新網說，葉某答應後，邀時任某副所長的陳某，也就是上高縣下面哪個鎮的派出所的副所長陳某，就是他下屬，商量操作查詢之事。畢竟這個公安局的負責人他不親自查詢，在下面找人具體幹活落實執行。兩方約定，王某甲通過境外聊天軟件 Telegram 就是電報頻道發來銀行賬戶信息，由陳某就是這個派出所的副所長來查詢，並將查詢結果反饋給王某甲。而葉某一方呢，每查詢一條信息可獲得1000元的報酬，林勇可獲得每條1000元的報酬。這個林勇是中間人，他們得1000塊。這個公安局的負責人葉某得1000塊。同年5月9日，陳某就是這個派出所副所長開始使用上高縣公安局刑警大隊警察曹某的公安數字證書，在某辦公室電腦上登錄國家反詐大數據平台。也就是說，這個權限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當然這個我了解的不是很詳細，就這種登錄反詐平台進行操作，它權限肯定是不同的權限，是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权限。那麼你要達到這种高級权限，那恐怕需要一定級別的或者是某種特殊崗位的人。這個大家都好理解。這個派出所的所長他可能還沒有這個權限，所以他就用刑警大队的警察曹某的公安數字證書，用他的权限在某办公室電腦上登錄國家反詐大數據平台，查詢王某甲發來的銀行賬戶信息。同年5月17日左右，葉某叫
叫來吳某甲參與幫忙查詢，也就是給陳某安排一個助手，一個人查挺累的，再叫一個人來，那這就分工了。這個派出所的負責人陳某負責白天查，而吳某甲負責晚上查。截至同年6月2日，也就是短短的半个月，共查詢銀行賬戶信息170餘條，那就是17萬。葉某就得到17萬，那個林某也得17萬。2023年6月，被告人王某甲與林勇通過葉某找到時任上高縣公安局刑偵大隊副大隊長兼情報中隊長左某甲。你看這個就是特殊崗位了，對吧？情報大隊啊，情報中隊中隊長。這個左某甲在國家反詐大數據平台查詢銀行賬戶信息是否凍結支付，雙方約定每查詢一條支付報酬1000元給葉某，由葉某和左某甲平分。隨後，左某甲利用公安數字證書，在上高縣公安局刑偵大隊辦公室電腦上登錄國家反詐大數據平台，查詢王某甲發來的銀行賬戶信息共計13條，由從葉某處分得報酬6500元，你看就是1000塊錢平分，一人500。另外，左某甲經王某甲與其單線聯繫後，也就是把這個葉某給甩開了，直接單線聯繫，就是這個王某甲就是甲方，他跟這個左某甲單獨聯繫了。這個對王某甲發來的銀行賬戶在國家反詐大數據平台進行止付操作，共止付銀行賬戶27個，就止付緊急給他銀行把他匯款給他凍結27個賬戶。檢方指控，在開展上述非法查詢期間，被告人王某甲通過微信、支付寶或銀行卡賬戶向李某和林勇的銀行卡、支付寶共轉賬60餘萬元，用於結算支付查詢報酬和相關支出費用。在林勇的安排下，李某在上高縣縣城分多次交付查詢報酬給葉某至少13萬元現金，葉某從中分給陳某3萬元現金，分給吳某甲2000元現金。在收取和結算查詢報酬的相關費用中，林勇支付給李某2萬元，餘款用於開支及作為其報酬。王某甲亦從中非法獲利。2025年9月10號，被告人王某甲向豐城公安局投案，這哥們兒還投案自首，當日被豐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後被豐城市公安局執行逮捕。豐城市檢察院起訴認為，王某甲夥同他人違反國家有關規定，非法查詢、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給他人，情節特別嚴重，其行為觸犯了刑法的規定，應當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責任。案件係共同犯罪，被告人王某甲係主犯，被告人王某甲具有自首、退臧、認罪認罰的情節。豐城市檢察院建議判處被告人王某甲有期徒刑3年3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也就是王某甲是投案自首的，所以他有認罪認罰的情節，他退臧自首，所以3年3個月。這王某甲一自首不要緊，牽出了後面的一個涉及公安系統的一個燈下黑。上高縣公安局的負責人葉某、派出所所長陳某、刑警大隊的，還有什麼情報中隊的這些人，根據刑法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隱信息，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3年以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2017年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布的關於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當事人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若造成被害人死亡等嚴重後果，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社會惡劣影響和數量及違法所得數額達到一定標準的，應當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根據判決書記載，豐城市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被告人王某甲對指控事實、罪名以及量刑建議均沒有異議。其辯護人提出，王某甲係自首、認罪態度良好，可依法從輕或減輕處罰。在共同犯罪中，王某甲視為主犯，作用實際次於林某甲，且其為初犯、偶犯，
法院查明的事實證據與指控一致。法院認為，被告人王某甲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將查詢的公民個人信息向他人出售牟利，情節特別嚴重，其行為已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王某甲與林勇、叶某等人系共同犯罪，並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全部犯罪處罰。被告人王某甲犯罪以後主動投案，並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屬自首，依法可以從輕處罰。被告人王某甲認罪認罰，且其家屬待其積極退臧，依法可以從寬處理。2020年1月28號，豐城市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被告人王某甲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3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對此，對被告人王某甲退繳的違法所得予以沒收，上繳國庫。財新網未能聯繫到王某甲的辯護人志平。判決書提到，時任上高縣公安局某負責人葉某，時任某副所長陳某，時任上高縣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兼情報中队长的左某甲及王某甲同伙林勇均已获判決，另一名同伙林某甲被另案處理。實際上，我看了這個報道之後，我感覺，當然了，他也沒有報道公安局的負責人葉某、副所長陳某，這個刑偵大隊副大隊長兼情報中隊長左某甲到底判了多少年。總之，把他跟那個王某甲都列为共同犯罪同案，我覺得有那麼一點重拿輕犯的意思。也就是說，從我們普通人的感覺來說，當然我們對法律不一定，尤其是刑法不太熟悉。就從我們朴素的觀念裡面來說，這個罪犯團夥裡面誰的責任最大，誰是主犯？我個人認為不是那個王某甲，而應該是這個公安局的副局長。明顯他們的責任最大，他們這是職務犯罪啊，這是第一個。恰恰那個王某甲即便是同夥犯罪，把他們列為同等重要，那个王某甲也排在後面。這個如果是一個同案犯，是個團夥作案，這個團夥的負責人應該是誰的官職最大，誰是頭？王某甲頂多算什麼？王某甲就算一個銷售，他是算跟外面對接的。你要反過來看，對不對？你表面上看好像是王某甲從哪兒拿了這個需求是吧？找葉某去查。你要反過來看，是葉某利用手中的權力，通過王某甲給他變現，的性質完全不一樣。所以說我總感覺這個案子判的有點那麼葫蘆曾判斷葫蘆案的意思。當然我還得強調一下，因為財新網他並沒有報道這幾個警察他最終是判了多少年。如果他們判的比這個王某甲重得多，對吧？是按首犯來判，那說得過去。我想表達就這個意思。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不是普通的洩露個人信息。所以我覺得要麼就是咱們這法律規定的太寬泛，要麼這個案子又判錯了。他這個是簡簡單單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嗎？這又跟我們這種咱們網友的樸素的這種觀念對不上了。公民個人信息指什麼？指你的姓名、身份證號、家庭住址、電話號碼，在哪兒上班，這種叫公民信息是吧？有沒有結婚，有沒有孩子，這些東西。你的銀行賬戶有多少錢，把你的銀行賬戶凍結，把你的銀行賬戶止付，這玩意它不是公民個人信息嗎？這是國家強權力，這是國家的，這倆是一碼事嗎？所以我就感覺這個案子多少是罰酒三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為什麼？因為太多了。這玩意你在網上隨便查一下，你用百度隨便什麼搜索，或者是人工智能搜一下類似的案子，那就是我也不能說就比比皆是，但是非常多。財新網他也接着報道，財新網他下面說，他說反詐平台屢成洩露渠道，他說內部人非法獲取洩露公民信息的情況並不少見。早在2017年，最高檢發布6起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其中一起典型案例中，被告人吉某身為河北省高邑縣王同莊派出所警察，利用職務之便查詢公安系統內公民個人信息3670餘條，通過微信向他人出售，非法獲利近2萬元，3670條賺2萬塊。這個雖然他報道的也不詳細但是我判斷這個才叫公民個人信息。
你說纯粹就是電話號碼、身份證號、姓名、在哪兒上班、年紀，所以3000多条才2萬塊。你剛才那一條都是1000塊，你要是3670條，那就是367萬。這哥們这警察才賺2萬，你别吭哧的，这個也是個苦力活。你想，你查367條才賺2萬塊，合着一條5塊6塊，這是個體力活嗎？查下來之後還得拷貝，對不對？還截屏，有的時候還給人整理一個文檔、一個Excel表什麼那種，那你這不是個體力活嗎？有點屈才了，我都覺得冤了。而這個警察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最高檢在介紹此案典型意義時強調，被告人利用公安警察的特殊身份，在掌握全國人口信息的平台上任意查詢並出售公民個人信息，比一般人員非法收集信息具有更大的社會危害性。這個說的倒有道理。財新查詢發現，中國裁判文書網公開的相關判決顯示，公安系統內部經由國家反詐平台泄露公民個人信息不是個案，有的案件中泄露的信息被用於詐騙犯罪，流入非法產業。比如袁某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據判決書，2023年2月，被告人袁某某至福建省浙榮縣公安局刑事偵查大隊工作。你看，又是浙榮縣的，這福建看樣子詐騙產業是吧，比較繁榮。那都是福建的，還有個浙榮縣。你剛才判了幾個王某甲，浙榮縣的，袁某某又是浙榮縣的，難道就這麼巧嗎？所以我有的時候我想脊背發涼。咱們接着往下看，那這個被告人袁某某，他在福建省浙榮縣公安局刑事偵查大隊工作，主要負責反詐中心資金風險預警以及群眾銀行卡開戶解凍的審核等工作。2023年5月，陳某某就是已經被判刑了，讓被告人袁某某幫助查詢其提供的其他人銀行卡賬號止付凍結信息。隨後，袁某某利用從事反詐工作的便利，使用警察數字證書，將國家反詐大數據平台查詢的銀行卡賬號止付凍結信息等提供給陳某某。陳某某再通過境外聊天軟件 Telegram 呢，將查詢結果轉發給單縣牟利。至案發前，袁某某累計非法查詢378條涉案公民個人信息，上述公民個人信息有的被他人用於詐騙犯罪。案發後，袁某某於2023年6月20日到浙榮縣公安局投案，供述了犯罪事實，又是一個投案自首的。浙榮縣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袁某某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其將在履行職責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提供給他人，應予以從重處罰。結合自首情節、認罪認罰和社區矯正機關調查評估意見，法院最終判決其有期徒刑10個月，緩刑1年2個月，並處罰金15000元。你看，怪不得詐騙這麼的猖獗啊！這種人居然有期徒刑10個月，還緩刑1年2個月，也就是說不用坐牢，社區矯正，到社區報到，幾天報到一次，這就算坐牢了，罰15000。你說這叫什麼事啊？這人查了378條，還止付凍結這些信息，細思恐極。另一起案件中，四川省大竹縣警務輔助人員楊杰在任職期間偷用其他警察數字證書，為網絡賭博平台人員在國家反詐大數據平台非法查詢銀行賬戶信息共計5000餘條，後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3個月，處罰金人民幣25000元。幾宗案件均涉及的警察數字證書是公安機關用於標識警察或輔警身份的專用軟硬件設備，持該證書查詢敏感信息。2021年實施的《公安機關人民警察內務條例》規定，警察不得將公安信息網、計算機證書交由他人使用。一位接近基層公安系統的人士向財新表示，公安系統內登錄國家反詐平台通常有人臉識別、插入公安數字證書並輸入密碼2種方式。通常而言，接到詐騙相關報警，核實相關證據後，便可以對對方涉詐賬戶進行查詢。發起查詢可同上級領導匯報，但並非必須，也就是說，你
你可以向上级匯報，也可以不匯報，你直接就查。至于权限的层級，派出所权限可以进行止付、冻結相關賬戶，若涉及賬戶資金細節，僅分局負責反詐業務的警員有相關權限。另一名基層公安系統人員也證實，派出所和大隊內負責反詐業務警員有反詐平台查詢權限。當前他們使用數字證書登錄方式，已更新至指紋解鎖。這是財新網報道的，這就是典型的燈下黑，靠水吃水。從這個判決來看，這典型的就是重大侵犯，罰酒3杯。我在網上還查到了山西汾陽等地也出現過類似案件，公安局工作人員以辦案為名，非法查詢銀行卡信息141條，獲利11萬。這個一條大概是800塊、700塊。河北輔警盜用證書2月查詢出售信息，獲利11.7萬元。也就是這個事情各地都有。本來這種國家的反詐平台是用來對付詐騙的，結果反詐平台被這不法分子利用，它反而用來對付受害人的。也就是說，首先我第一反应就是誰需要這樣的信息？我們把這個分開看，剛才說的公民的個人信息，這個是一塊，但是涉及到銀行卡、涉及到資金、涉及到冻結、涉及到止付這一塊，顯然財新網報道的更多的是涉及到銀行卡、止付、凍結，那誰需要這東西？所以我說細思恐極，只有詐騙分子需要這個。而詐騙分子到什麼地步需要這個？他們從事詐騙過程中，錢已經從受害人銀行卡裡出來了，因为他們要通過各種卡分流，又轉來轉去的，最後到某個卡上洗錢，洗完之後最後變成個合法的，最後說不定換成綠票子出去了。你看，這是很多涉案的人都是福建的，福建人查這個幹什麼？很有可能他們在轉移資金過程中，這個錢某個卡號恐怕就止付或者凍結了。那他們就通過找王某甲這樣的人，找到這個公安去查這個銀行賬戶信息。什麼意思？我假設我現在我是電詐的頭子，我已經把這個受害人給騙住了，他馬上100萬就要打過來，那我這邊要在最短的時間內，這個錢要從 A 卡上導到 B 卡上， B 導到 C 導到 D， 來回導，或者同時把錢導到7、8個卡上面，再來回導。我首先我要確認，因為這些卡恐怕都是境內的，我要知道這些銀行賬戶它有沒有被凍結，它是不是正常的，這是第一種情況。第二種情況是什麼呢？第二種情況就是我要知道我的錢一部分被某個卡到那兒被凍結了，那怎麼辦？那就通過找人內鬼，是吧？找到葉某這樣的警察、公安局的人，通過反詐平台一查，不論他是止付還是凍結，那採取這些措施一定是對詐騙分子有利。所以說，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就是這些警察他守着國家的反詐平台，實際上在做幫助電詐分子的事。所以說他已經遠遠不是什麼出賣公民個人信息那麼簡單。所以這個事情我說細思恐極，這就是為什麼咱們電詐屢禁不止，怎麼打怎麼運動，搞什麼手段，甚至把緬甸的已經搞個底朝天，現在逼的泰国和柬埔寨也是雞飛狗跳。但是這個電詐為什麼就是禁而不止？問題是出在內部。我們越來越相信是問題出在內部，根本就不是出在柬埔寨什麼東南亞。你把東南亞那邊摁住了可以，這電詐分子跑到迪拜去了，你還能把迪拜摁住嗎？好，你把迪拜摁住了，人家跑到印尼去了，從中亚又跑到非洲，你全球追他什麼？所以我們總說根本原因在哪兒？就是根子在哪兒？根子是在你內部，叫燈下黑，对吧？緬甸、柬埔寨、東南亞、迪拜、馬來西亞這些地方都是表象。所以這個財新網的報道讓我想到了我們國家反電詐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有裝電反詐 APP， 就是各種，你只要稍微接個外國電話，那後面警察電話就進來了。很多警察也搞得神經兮兮的，更主要是把很多銀行搞得也神經兮兮的。你正常人取款取個1萬塊，結果他馬上就可能被盯上，完了之後讓你就取不了錢了，你得去跟派出所联繫。很多人的银行卡莫名其妙就被冻結了，也不知道啥原因，稀里糊涂的。也就是咱們兴师动众反電詐，結果電詐禁而不止，這個詐騙問題就在這兒。你想，首先第一個，我記得10幾年前搞這個電信實名制的時候，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電詐，防止騷擾。結果這個電信實名制搞了10幾年，詐騙分子對我們更了解了，而我們還不知道詐騙分子在哪兒。是這樣的，詐騙分子比我們更了解我們，他把你搞得非常詳細，因為你實名制了，人家是從電信那兒不知道通過什麼渠道把你的信息搞走了。如果沒有實名制，反而他不知道你是誰。現在打電話上來就叫你張總、李總，有的直接叫你名字，這是誰泄露的？這是第一個，這電話卡，還有一個銀行卡也是的，從哪兒泄露的？這個細思恐極，也就是有一些警察中的敗類，他是跟電詐分子勾結在一起。你要想想王某甲他為什麼要這個信息？我們普通人要這信息幹啥？你要這信息幹啥？當然我不能排除啊，有的人要這信息，還有一種可能是那種叫私家偵探。我也不能否認啊，有些所謂的私家偵探，他現在有人打官司，贏了官司輸了錢，就你官司打贏了，但是你到法院執行不了，說找不到錢，查不到財產，只能說叫什麼？給你執行6個月，就終止本次執行就沒了，基本上都這樣。好，那原告人家贏了官司搞不到錢怎麼辦？他就用各種手段，這裡面恐怕就有私家偵探。這個大家也不要覺得奇怪，你在法院門口一排隊，就有人給你遞卡片了。發酵卡片，人家就是做這事的。你不要找法院執行局，你找他沒用，你就找這些私家偵探。他說我就掘地3尺，把他的這個賬號，把他什麼都查出來，凍結。這個有，那這個我不能否認，你不能說全部是電詐幹的，也有可能是這所謂的私人偵探。那他怎麼辦？他怎麼查？他就是通過找人、找警察，查到支付凍結。但是這種有多少？更多的都是電詐。所以我們普通的網友，我們經常接觸到的。那頂多是查誰的姓名是吧？是什麼電話？也就是這所謂的公民信息，就指這些。網上動不動有開盒，大家知道吧？開盒泄露個人信息，這都是違法犯罪，重是刑事責任。有人經常不知道從哪兒得到了個明星的電話、手機號或者微信號，他在網上一公布，你這就是犯法了，輕則喜提10天的行政拘留。行政拘留，你要重引起重大事故什麼的，那你還負刑事責任。這個開盒是犯法的，公布別人的這個隱私也是犯法的。是這個人在哪兒上班，這個人叫什麼名，多大年紀了，這個人昨天晚上在哪兒開的賓館，這都是犯法的。但是網友所關心的就是這些東西，什麼銀行信息、什麼凍結、支付，這些網友一般不關心。如果有那些警察敗類跟電詐分子勾結，你想想，你有多少錢他搞不走？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這兒反電詐付出了這麼大的努力，興師動眾，對吧？但是依然不能杜絕。那為什麼美西方這個電詐就少？不是說沒有，也有。我看媒體報道，俄羅斯的電詐也很厲害，烏克蘭也有電詐，但是這美西方電詐畢竟少，是吧？為什麼呢？所以還得從內部找原因。你內部腐爛了，沒辦法。外表光鮮，就是驢糞蛋子，外表光鮮，內部已經爛透了。你內部爛透了，你不找根本原因，你就在外面瞎撲騰，沒啥用。你把這樣摁下去了，那邊又起來了，就摁下葫蘆起了瓢，這叫執法犯法，怎麼辦？實際上怎麼杜絕？其實你說怎麼杜絕？你人臉識別、指紋都沒用。說來說去就是權力要監督，要在陽光下運行，要透明，否則任何辦法都沒用。就是搞雙崗，2個人查個東西要2個人查，也就像財務一樣的，一個會計一個出納，2個人同時，一個審一個去取，這都沒用，照樣人家可以把信息給你搞走。所以說來說去就是監督，權力要接受監督，你不能自己監督自己，你自己監督自己什麼都搞不好，否則沒戲，是吧？只會越來越爛。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